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产猪肉开始卖，一个透早2点生理加3成，肉丸、控肉饭，济人客买来食。高雄有民众走去药局要7罐羊奶粉，说发价哪像生果，7罐有5罐出问题。美国政府关门，历来上久，联邦航空署领导报告宣布机场航班减4%。全国肉品市场昨开放拍卖，经济特产会一个统计昨全台湾拍卖28300只猪，平均大公斤一个价格是103块，也今日大部分的菜市啊，拢卖有国产的猪肉。都有地点的头家讲这一个透早生理是加3成，也阁有人客提早打电话来主问，就是惊讲会买无猪肉。特别透早各地猪肉摊出现紧条，民众拢在买问题猪肉，因为受到非洲地区疫情影响，全台超过半个月无买卖国产问题猪肉。本年就有猪肉摊业者表示，特别透早就有民众来排队买去增加3成。刚刚要10外天尔啊，好，半个月嘞。好，今天咧买气预估增加几成？大概3成有啊。都2只就剩下那里啊。哦，一下子就卖完了呀？差不多嘿。摊商业者就讲，初市恢复拍卖了后，大卖的成交价甲疫情爆发之前差不多，所以卖的猪肉价格并无伤大波动。不过消费者烦恼买袂到温体猪肉，所以也提前预定。惊买无？就惊人生意好啊！我惊讲今日人会足多，我先决定。人家输8年啦，消期就对啦。根据特产会资料统计，初市全国各地肉品市场开放模拟拍卖，总头数28300多只，总平均重量133公斤，拍卖价每公斤大约103块，价格也算平稳。经过农业部统计，这摆疫情大约加出35万至39万只猪。为着稳定猪价，会适时启动冷冻分流，稳定猪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那菜市爱国产猪肉爱买，也猪肉做肉丸、控肉饭嘛爱食。当头家就讲这个生理是比非洲猪济疫情进前好3成左右。肉丸一拆开内底温体猪肉香公公，配合酱汁食法，互大家是真怀念。西北中华市区这间老牌肉丸店一开门，就吸引不少人来排队。啊，那个，那个无猪肉他们那个都无人吃啊。通常来彰化都会来先来这里，然后再去别的地方的。经过15日的禁分禁台，温体猪肉总算伫市面上用买到。中华肉丸店业者讲，初次伊就向肉品供应商订温体猪肉，特别透早到总动员来做。外国外国无温体猪肉通用，一开始就吸引真侪人。早上6点多就已经送来了，都是温体的新鲜的温体猪肉。控肉饭业者也是透早就问甲手无停过，一块一块落过控肉，香香个 QQ。业者讲，初次暗时进货了后，就马上规卖卤肉，将当日要卖1100份控肉饭的量承诺好。他说还好，这个疫情没有继续蔓延出来，然后大家等着15天。其实猪肉是我们国民美食嘛，所以少了猪肉，其实大家都是在饮食上面难免有一点不方便。上次吃到鸡腿就是会有一个落差感。还跟鸡腿还是有差的。还是有差。民众讲实在怀念温体猪肉口感，即马用一捆头食到饱。另外，台中建国市场买起也是抢滚。等了很久啊，对啊，小孩都说没有吃到，而且要吃营养午餐都没有吃到肉啊。生意今天很好啊，大家都用抢的，感觉大家都在抢肉，怕以后吃不到猪肉的感觉。有高一点啊，还是很高啦。大环透早就无行毒吧，也互市场内底斗志滚滚。大环表示，建国市场内底差不多5成主打卖是温体猪肉，经过2礼拜停业了后，总算解禁，希望配合促销，互买去缘转来。记者综合报道。亚迪亚开放拍卖这个非洲猪济的防疫有关未使大意，行政院长到英泰甲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是去到桃园机场来视察这个边境检疫的措施。农业部长陈俊贵讲今年1月到10月，民众单调的查到的这个猪肉产品有22792件，也当中有10%是验到非洲猪济，这10%当中有80%是对中国来的。
政府呢会更加对这个高风险疫区、这个中国甲越南这所在来加强检查。我们发现它里面有鳄鱼的，对它的形状，对它上下还有2个环，对。实地了解安怎查到一间旅客超外行李有可疑物件，行政院长导营台甲农业部长陈准规定中央部会首长通知副市长苏俊斌伫桃园机场第一航厦phòng检署入境超外行李检查区巡视。所有违规的物品，大家要共同来守护。一个人的疏忽，一个事件的疏忽，我们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而且社会耗费这么大的一个成本。导营台强调，一定将病毒阻挡在境外。农业部长陈准规也提出，今年1到10月伫桃机包含民众听到甲查到的22792件，10%检测有非洲地这阳性病毒。这个10%里面大概有80%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后面的数据分析，所以也会加强。虽然说我们有39个高风险国家，我们都高风险区去管制，但是针对过往被拦阻到的这些国家机会比较大的我们又会更为加强。防检署桃园分署干部边境防疫精进做法，收欠开箱比率提高到至少20%，11月15开始，跨境网络买物件爱上证件申请。目前桃机有6成入境的人为非洲地这高风险国家之外，以及航厦有些收检区未来3航厦是毋是搁增加？看以后情形才搁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有家长伫咧顶个月去要求买7罐羊奶粉，结果发现讲这个羊奶粉呢，若像生果，叫做一块一块，这个罐仔内底呢，佮有污点，7罐都有5罐出问题，也羊奶粉的品质就引起质疑。市府表示讲这个月初时呢是已经有去到药局来检查，已经无卖同款的这个羊奶粉。业者这边是回应讲同一批的这个羊奶粉的检验报告是无异常，对这件代志真实的会积极来处理。拍开顶挂摄报站无了开，就发现奶粉溢出来，有也是黄绿色，后面将质疑，这可能已经生果。这一罐是摄报站破去，也佫有隔几地已经拍开的，也出现黑色斑点。为什么中间这个奶粉可能一定是有爆开，还是怎么样，奶粉才跑出来？那是为什么？你们在这运送过程中，还是哪一个环节你们觉得有问题？对，他也没有跟我说。民众到连锁药局买一罐1680块的羊奶粉，先是发现奶粉隔几地向药局反映，对方请干部检查其他产品，发现7罐内底5罐拢有问题，其中1罐有黑色斑点，甚至已经一半互查某囝啉到巴肚。我要知道的是结果而已，小孩子吃半罐啊，如果今天出意外还是怎么了，谁要负责？最主要是这个嘛。那我们也不是第一个，那你大品牌，你基本的社会责任你要有吧？卫生局回应，初时到卖出羊奶粉的药局检查，药局已经将同款羊奶粉全部回收，会计环境也拢清清气气，专案移送予负责厂商管辖卫生局处理。业者回应，同批产品的品管甲出厂检验报告拢正常，也无接到同款的客诉。产品有严格品质管控机制，对事件造成困扰，正实体公司的积极处理。不过药局羊奶粉拢讲无问题，所出现生果结果。互家长无法度接受，无排除寻求其他的管道来自救。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执行长黄玲芬今日去到台积电的运动会，伫咧现场回想家长中部的缘分。黄玲芬表示讲30当前台积电甲回答的拢也是设计公司，要若无这个台积电今日都无回答，是学了台积电是台湾的骄傲，嘛是世界骄傲。掌声加尖叫！对镜头的手比战，回答执行长黄玲芬穿红色运动衫，今年第4摆来台湾，搁第1摆参加正义大港大抢台积电的运动会。上台都话，咱是一家人。没有台积电，今天没有回答。台积电真是雄战 ，You are really the pride of Taiwan. You are also the pride of the world, and you know that you also are my pride. 去年我尊称他3兆男，今年他已经身价大增，就叫5兆男。
全场欢呼，伫董事长韦泰嘉主持之下，宣布今年感谢礼物要发予所有海内外员工，代票2万5红包。不过，原本外界有期因看到黄金芬甲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甲韦泰嘉3人斗阵，可惜张忠谋因为身体无舒适，临时无来。I wrote Morris a letter about 30 years ago, and he called me to invite me to visit TSMC in Taiwan. And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return after leaving Taiwan and growing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thinking about Morris today. I hope he's well. I'll look in on him as soon as I can. 这摆无管两节快闪，黄金芬强调都是为台积电来的，因为生意真好，特别来鼓励优化。不过对于回答海外总部伫台北北市区 T17、T18代志，好亲像无时间甲市长蒋万安见面，不过不求副强调一定会加速流程。我们其实都跟辉达总部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也都有非常畅通的沟通管道。辉达总部在台北设立进度，也都持续的推进。针对地上款问题，台北市府咧甲成功人寿协商按算下礼拜有结果。蒋万安强调，为台北整体发展甲全面福利一定全力以赴。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日早起呢是甲卫福部长赵总良做伙参加台湾医学周。赖清德宣布讲每年这个健保的总额超过1兆是历来上介济，也这条钱会用来提升医疗品质、稳定医疗能力，和这个给付的制度愈有春秋。也赵总良表示讲，伊会收集意见，继续推动健保的改革。对于一个大家庭心情真轻松，总统赖清德特别参加台湾医学周，致辞感谢全台医疗人员守护个人健康，也讲到家己为做立法院行政院长、副总统，一路以来拢正关心医界。伫做总统了后，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政府连2年采取高推估，每年健保总额会超过1兆，写历史新高。这是秉持足够的目的啊。我们是希望让这个施聪良部长能够去进行我们这个医疗给付，能够更有弹性。健保的总额增加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不同工可以不同酬。赖总统强调，这个经费用在提高医疗品质、稳定医疗人力，和给付制度更较有春秋。另外，陪伴参加的卫福部长赵总良最近假日健保补偿保费改革程序，这是新制打动了后2人第一摆讲台。赖清德无讲到健保改革，不过强调透过提高健保总额，和医界有更较侪发挥空间。医界是公开的听赵总良。那我们施聪良部长健保改革一定要成功。这么专业的医师总统，其实卫福部部长的压力是很大的哈，因为总统对于整个医疗的掌握的情形，那么非常的清楚，那么也很明确的指示了该走的方向。赵总良表示，未来45年，咱的工作人口会减少970万人。对于健保财务一定造成冲击，健保是个人上大资产，一定袂倒。不过爱继续改革，会收纳更较侪意见，提到民意支持，推动健保改革。记者综合报道。羽毛球担当前世界球后戴资颖伫昨暗正式宣布讲，伊要来退役，也以感谢球迷一路上甲伊相挺，支持伊大细比赛。台湾头一位世界羽球球后戴资颖，但出互人着惊的消息，七暗伫面册将宣布正式退役，感谢球迷陪伊同齐行过大细比赛，也讲到去年奥运大上出征，煞填补伫有赛最终战的遗憾。大本一出，球迷一直留言，总统赖清德也向戴资颖讲一声辛苦啊，予伊满满的祝福。泰国球后伊瑟农也打出相片，祝福好朋友会当过上美好日子。戴资颖为2023年底正面的伤势，都一直时好时歹，大影响了后的比赛表现。31岁戴资颖自国小3年就开始接触羽球，是台湾羽球史上上少年的甲组选手。2009年开始进军国际赛，2年了后，就伫洛杉矶公开比赛中摕到生涯头一个职业赛冠军。2014年，佮伫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摕到后冠，成做台湾第一人。2016年，佮登上世界球后，建立在会214周的小戴奖牌。
2020年东京奥运虽然输中国对手，犹原为咱国摕到一面女单银牌。今年初，戴资颖出席生涯第经典的时，就捌互记者问到退休的问题。可能运动员就是都会有离开赛场的一天，但我觉得就是我的精神不会。我想要带给大家的精神是相信自己，永不放弃。希望这个精神可以一直陪伴在大家。为亚电视旁边，今麦宣布退休，为16年的羽球生涯做一个结束。爸爸看到戴资颖多年来征战摕到的奖牌，也有话要讲。应该是12岁啊。哦。这第一届出去比赛的选手证啊，2007对。日国人羽球是伊的最爱嘛，所以伊嘛是会搁伫羽球这个方面看要安怎传承，要安怎延续。戴资颖讲，还未想好退休了后要做啥物代志，也毋过会当体验免互闹钟叫醒的生活，也希望戴资颖的精神会当陪伴球迷继续前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政府关门到当是创下上久的纪录，也各机关部门呢，都因为安尼来受到冲击。联合报告指出，联邦航空署为了航空安全，宣布讲对11月初7开始，全美国40座主要的机场航班的运作会来减4%，11月14进前会减到10%。目前全美国已经超过800座机班互取消，2000外的航班的这个时间有去签到，也国际线即马是也无受到影响。在纽沃克机场航站旅客排甲真长，美国政府创下关门上久的纪录，对各机关部门的影响渐渐扩大。因为飞行安全相关的管制人员无来，造成人力紧张。联邦航空署 FAA 以飞行安全为由，初7下令全美国40座主要机场减少4%航班运作。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初7以来，全美国已经超过800个航班互取消，2000外个航班延迟。也不过国际线的航班目前暂时无受影响。I mean, nobody want to travel, and then you end up getting stuck. So that's definitely a concern for a lot of us, for sure. It's a little nervous, but it's a trip I have to take. I have a relative who's not feeling well, so can't let the circumstances stop me. 真侪旅客烦恼飞行机临时互取消，所以比平常提早几点钟到机场较近。FAA 下令缩减航班了后，各大航空公司也随之执行这项以前所无的作业。FAA 表示，航班缩减的幅度会伫11月14进前提悬到10%。若政府继续关门，能力无够的情况无改善，航班取消比例可能增加到15%至20%。Yeah, I think it'll definitely gets worse. I mean, as controllers start to take time off, I can only imagine they're not getting paid, so that affects travel. 民主党甲共和党犹原为预算坚持袂落，还未达成实质共识。因为感恩节假期都要花钱，空中交通需求增加，若政府关门延长，航班减少甲延误的影响会继续扩大，受苦的也是民众。公司新闻周小芬编译。为着要展现咱台湾这个顶头的文化有偌尔丰富，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就伫嘉义市这个有家长窟风格的所在，举办年度顶头的活动，邀请全台湾7个县市20组有特色的奖团，计共超过200位奖爷，要带民众做伙感受家长文化这个艺术的价值。北家将是家将观众秀顶顶的顶头家将。在时啊，伫嘉义市地总安陆续来拜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顶头艺术文化展演，高达已经第5届，头摆来到有家长区名号的嘉义市来举办。希望呢，透过呢中央、地方的一起协力，官方、民间的一起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具有草根性，也最具有独特性的这个神将的文化、信仰的文化，它把它的艺术价值能够彰显出来。活动的第一天，各地市奖团都为嘉义市地总安出发，去到嘉义市城隍庙了后，再来到活动现场的嘉义市文创园区。参与的顶头奖团拢表示，透过这种活动，我们也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嘛，后民众会当入捌家长文化的丰富甲多元。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咱有在邀请全省各地这优质团体来作为来咱家己共襄盛举，一起来推动发扬这家长文化。哦，来实在这家长的文化，安尼传落去吼，大家了解家长的物件，唔是讲像较早歹安尼啊，即摆家长的素质
愈活愈好。测电影表示，这个邀请的团体当中，有的阁是正罕得出军到外县市的顶头奖团，透过采价、表演、甲祈福等等的活动，希望连续2天的活动规划，唔但展现家长文化的艺术价值，嘛改变社会对家长的看法。记者林慧婷、嘉琪报道。4月初，丹那市风台是冲击台南，甲嘉义损失是真惨重。所以呢是继续落大雨、做大水，好今嘛极端气候已经是全球大问题。伫咧第一线的地方政府甲社区居民要安怎去应对？AM 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来看因的故事。今年7、8月份，做风台落大水雨，地处台南嘉义造成严重的灾情。极端气候毋是遥远的警告，是咱日常生活都会拄到的挑战。才会受到冲击的居民、少年人甲基层的公务单位，嘛咧学安怎面对灾害，找到家己生存的方式。你若讲小代志，公务机关会当处理，咱当然唔免动。但是遮尔大条的时阵，民间敢讲你真正要顾伫咧厝里，当然来送便当嘛。所以，阮较会感觉讲爱来办一个研讨会，互大家知影讲以后拄到即个问题，咱民间会当创啥。以目前的情形来看，伫草地所在第一线服务的志工、村里长、村里干事年纪拢有较大。对地方来讲，伫有限的青年人口，建立会当运作的组织甲动员，做底超过联化社会资讯的落差是重要的课题。我感觉我即马会使做的就是讲，阮少年的来找寻外面的资源，就是无一定讲只找村内的少年的，因为我感觉呢，那个量能可能发挥不出来。伫休假期间，嘛有大学生来到庄卡参与社区营造绿美化的比赛。不过因为拄到风台，嘛互因开始思考人甲大自然共生的关系。尊敬自然的物件，顺即界的风，所以阮有惊到，所以甲阮的设计改变。以后可能嘛会当用即个经验，搁可能以后若有想要做啥物，就当调整讲安怎会当，就是咱甲自然和平相处的迄种感觉。极端气候带来威胁，嘛，互在地人都爱用行动来回应。不止个伫现处时的台湾，守护家园的责任，也袂伫咧世代之间产生强烈的意识甲责任。咱都爱好好来思考，加速行动，因为灾害是无咧经时间来的。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5度至31度，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南部地区27度至33度，东部这边24度至30度。外岛地区22度至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